大赦国际于10月29日发出呼吁，要求释放哈萨克作家纳吉兹·穆罕默德，后者被中国当局判处无期徒刑。大赦国际强调，目前对纳吉兹的处境严重关切。该组织敦促人民致信维吾尔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局长王江，要求释放纳吉兹或根据国际标准对他进行审判。东突厥散阿勒泰省文化局的工作人员纳吉兹在从哈萨克斯坦探亲回国后，于2018年3月被捕。大赦国际10月29日说，他的家人最近获悉，纳吉兹于今年9月因分裂主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声明说，纳吉兹被指控评论中国在东突厥散的所谓双语教育政策，并庆祝哈萨克斯坦的国定假日。纳吉斯的家人告诉国际特赦组织，纳吉斯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并在监狱中遭受酷刑。据报道，根据国会记录，美国一家游说公司就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向苹果游说。该法旨在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以确保其供应链不依赖强迫劳动。目前尚不清楚苹果是否游说该法案。3月，欧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报告称，苹果的几家中国供应商使用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强迫劳动。苹果在7月表示，已对南昌 Ofilimtech 进行了详细调查。该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入涉嫌参与东突厥散侵犯人权行为的出口黑名单。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多次提起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呼吁美国对东突厥散进口的产品推出禁令，强调国际组织与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会推出的报告都发现，东突厥散集中营的内外都存在强迫劳动的状况。巴基斯坦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破坏是没有问题，他们对中国在该国处理穆斯林的方式感到满意。近日，巴基斯坦总理国家安全特别助理于苏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代表团曾赴东突厥散实地参观，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亲眼见证各族人民享受平等合法权利，过着幸福生活。巴方对东突厥散非常了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维吾尔人问题。当被问及巴基斯坦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冷漠态度时，他强调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彼此的朋友，我们有着完全透明的关系。实际上，我们讨论的都是天空下的一切。他还说，维吾尔族不是问题，甚至我们代表团也曾访问过。西方可以说出自己想要什么。我要告诉您，作为负责任的官员，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了解的有关维吾尔和中国其他一切的一切。去年，巴基斯坦总理被问及维吾尔问题时说，中国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巴基斯坦之前的政府留下了经济危机，而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帮助了我们，因此我们确实是私下而非公开的与中国谈论这些问题。10月28日，默克尔主持了病毒峰会，并做出第2次封锁的决定。专家分析，他这天戴的口罩认为是从中国来的冒牌货。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各州州长决定11月实行第2次封锁措施。不过，媒体报道，在他主持病毒峰会时戴的口罩出了漏字。专家分析，他戴的可能是中国大陆出产的冒牌货。德国生产医护防护服的有限公司执行主席海曼29日对图片报表示，总理戴的口罩看上去像假货，可能来自中国。海曼解释说， FFP2 口罩是在 CE 标记后有一个4位数的认证数字，在德国必须有这个认证数，可是总理的口罩上没有。这位卫生专家还表示，这不会给总理造成危险。这个口罩没有危险，涉及到空气中的小水滴，这不会比自己缝制的口罩差。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计划从下周4开始再次封城1个月。约翰逊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知道限制措施对心理健康以及经济都有影响。
然而，约翰逊说，这种病毒的传播速度比预期的要快。他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情况将更加恶化。约翰逊表示，病毒传播比预期的要快，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立即行动，否则医疗系统将不胜负荷，每天可能有几千人死亡。